原來咧啲女士如果有經痛嘅情況啊，將佢唔知擺喺身體度要做個接觸式，咁就係打佢嚟又係啦。唔得，因為咧唔係打今次唔會用共振，共振係針對身體表面嘅肌肉啊，或者啲關節嘅位置。但係咧，女士嗰個經痛嘅問題會喺子宮入面發生，係一個深處嘅位置，我哋個力滲透唔到落去嘅。接觸式嘅第二個手法就係 heater，我哋透過咧將個缽提高個溫度，最簡單啦，用一個特殊嘅磨缽嘅方法咧，令到呢個力一直由表面嘅滲透變成向下嘅滲透，即係話佢缽擺喺子宮上方。個力就會滲落個子宮，溫度就會隨之帶落個子宮。即係好似一般聽啲女性講話，哇！即係經痛嘅時候攞個嗰啲熱 pad 敷喺度。表面上佢會舒緩咗嗰種痛，但係其實咧最撚尾個生理期啊嗰樣嘢咧，都係要持續用呢個方法去舒緩。但係我哋嘅方法咧，將個溫度滲透落個子宮。係啦，嗰個方法如果 work 嘅話咧，基本上一次過㗎。呢個點解叫女士因為嘅原因就係你冇經痛，以為唔關事，但係你冇經痛，你會有狀態嘅不適。我哋呢個方法都可以調整埋，甚至乎咧有女士表示咧做完之後好似冇力咁樣，咁個精神狀態仲要係非常之好，因為可能瞓得好好。明白。仲有冇接觸式㗎？仲有另一種，下一次講。下次講。